讨论的空间继续要来关心高铁延长到屏东，已经讨论过了冬啊。交通部最近新增加这两个办法。交通部最近规划出来，要来增加经过高雄火车站，也有经过小港机场这两个方案。按算讲上紧下礼拜就会甲行政院报告。不过个学者嘛真烦恼，讲高铁一直向南混落去，都要开上千亿的建设经费。假使若是坐高铁到屏东，含坐火车到屏东，较近3分钟到5分钟。若建议讲规气改善台铁安尼较好，阁有加开客运的车帮。也毋过，这个条件就是台铁袂当慢分。去屏东，不管佚佗也是回乡，会当坐游览车，也是坐火车。未来也有高铁这个新选择。针对高铁往南要去到屏东，交通部阁提出新方案，估计上紧后礼拜就会来向行政院报告。单纯的以屏东的运量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它的可行性是并没有达到一个可接受的一个标准。铁道局长承认，屏东的输运量并无达标，但是按地方的发展来考虑，高铁往南到屏东目前有4个方案。第一，对高铁左营站直接来到屏东的落地处，专程17公里。这个方案学者上赞成。第二，对燕巢来到落地处，估计资金需要700多亿。第三，对高铁左营站来到台铁的高雄站了后，再搁往南来到屏东。学者预测，这个方案上会当增加高雄、屏东的交通机能。最后一个是先开往小港机场，再开到潮州站。外界评估，这个方案上有观光的效益。不过，对这个议题，学者是也双手反对。算算的，若是坐高铁到屏东，和坐火车到屏东相比，只差3-5分钟，却着要加开上百甚至是上千亿的预算，并无经济效益。我不是这么赞成，费用很高，但是那个量不是这么大，所以那个财务可行性是不高的。不完全只是就是新建的成本，后续对于比如说城乡跟国土的发展也会起带动的作用，所以它的评估是全方面的。高铁往南来到屏东的这个议题，也搁咧评估，但是进前交通部嘛有考虑要将高铁往北来到宜兰，就是为着要改善雪山磅空塞车的情形。以即马北宜线的报告来看，有对南港分车到头城也是大溪这2个方案，高铁相关单位也会来参考。不管高铁要往南也是要往北，恐惊也搁需要完整的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